繼續來看新北市蘆洲一個林小姐找搬厝的公司來搬厝，結果在搬運的過程中，發現伊的金仔甲現金竟然無去。警方透過監視器發現其中一個員工剛偷摕現金紅包，藏佇附近的水溝啊，佫偷摕價值15萬的金破鏈，藏佇個貨包。啊，講這個員工是頭一天上班哦，而且已經唔是第一屆做賊。講進前就要用同款的手法共偷摕。客廳蹲大包細包，閣有幾若卡紙想法。林小姐找搬厝的公司來鬥3工，都有幾位查甫人佇咧處理出入入。民眾上網找了這家搬家公司，號稱是不惡意加價，沒想到居然後續是引賊入室，讓他的東西都被偷走。代誌就發生佇咧19號新北市蘆洲這一棟大樓。林小姐找搬厝公司發現金仔含錢攏碰見，遂報警處理。警察調監視器鎖定捌家己一個佇咧房間內線索的嫌犯。嘛，閣甲佇咧徛家厝附近的水溝仔發現底現金的紅包袋啊，含藏佇咧花園內底的金破鏈。那錢呢？錢我存在那個銀行裡面，有記錄。搜線成為初步挖出這一條價值15萬的金破鏈，監視器早就翕到線索的嫌犯穿烏衫的身影，滑入細條巷仔，徛佇咧水溝仔邊，交費民眾引導搶來紅包錢佇咧車，閣驚無喜無喜離開。員警到場了解，並調閱監視器，發現其中一名工人設有重嫌，經追查，當場取回遭竊新項鏈及現金，全數報案失主。朋友就是那天沒有工作，但他問我可不可以幫忙，他說來這裡幫忙這樣。對啊，完全不知道他會有這個行為存在。目前已經解約了。經過了解，所顯示唔是頭一擺犯。去年佇咧新辦路口同款用搬厝的名義做賊仔。林小姐講，碰見的物件攏已經找回來，嫌犯交由警察處理。嘛希望業者佇咧找員工攏愛真細膩。Hello， 我是林純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或是體壇動態嗎？趕快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